新台病院小儿心脏科的主任王建仁医师指出，胎儿的主动脉甲肺动脉之间有一条动脉导管相通，一般足位红鞋伫出世2至3天会自行来关闭，但若无关闭，就称作开放性的动脉导管，主动脉血液会持续分流到肺动脉，造成肺水肿、气出血、心脏衰竭，你有性命的危险。尤其早产儿因为动脉导管的平滑肌纤维层较薄，对着氧气的刺激反应不足，造成无法度顺利来收缩关闭。开放性的动脉导管发生率嘛较悬，因此新台病院小儿科团队对2014年导入微创的心导管关闭术，目前做到体重上低只有478公克的早产儿。我们已经有相当多的案例了，我们慢慢的从2015年开始，2014年、2015年开始，从2公斤，然后慢慢的1500公克，然后1000公克，然后900公克、800公克，然后最小的目前是全世界最轻，文献上可以查到是478公克的早产儿，都可以用心导管的方法顺利来进行开放性动脉导管的封闭手术。那其实跟外科的传统比较，外科已经有很好的效果，但只是说我们文献我们自己成大的经验发现，做这样的处理最大的好处是因为它跟外科比起来，外科需要开刀的时候需要对肺部有影响，那早产儿对肺部呼吸就是比较不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肺部呢可以避免插管，避免对肺部的受伤，我们的论文的数据显示呢，这些病人呢肺部的恢复会比较快，而且造成慢性肺部疾病的比例好像也比较低。医师表示，因为极低的体重早产儿血更较幼，管径只有1-2公里，加上体温容易来失温，难度更较悬。现在随着医学的发展，医材的部分嘛哪来哪细，加上今年3月早产儿心导管关闭术嘛通过健保的审核，得到健保的给付，让患者的家属会用节省10多万的手术费用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